歡迎嚟到歐積指南，今次會同大家講下長長針係點樣做嘅。如果係要做長長針嘅話呢，喺每一行嘅開始係需要做3個嘅鎖針。做完3個鎖針之後，我哋將個織片反轉，然後我哋就正式開始第一針嘅長長針啦。咁今次我哋呢一個練習就會做5個長長針嘅，分別咧就會做喺呢一度啦、呢度、呢度、呢一度同埋呢一個位置，一共係有5個位，就俾我哋做5針嘅長長針嘅。咁我哋做第一針開始先啦。長長針嘅開始咧，我哋就要喺支針上面翹一下，再翹多一下，係需要翹2下嘅。咁有2個圈圈喺呢一度之後咧，我哋咧就將支針穿落去第一個窿嗰度，然後將條線喺後面拉返去個織片前面。然後就會見到鈎針上面係有1、2、3、4個線圈，跟住我哋就再將條線呢度翹一下。首先穿過2個線圈，穿過完2個線圈之後，鈎針上面呢就仲有3個線圈嘅，我哋再翹多下。同樣地穿過2個線圈，再翹多一下，穿過2個線圈，咁樣就完成咗1針嘅長長針啦。我哋再試下做多一次練習。做長長針嘅時候，我哋需要翹2下呢一條線，然後先再將鈎針穿過織片上面呢一個窿窿，穿過去，然後將條線拉出嚟。拉出嚟之後，鈎針上面就會有4個線圈，然後每一次翹條線嘅時候，就將條線拉出2個線圈，翹一下，拉出2個線圈，再翹多下，拉出2個線圈，咁就完成咗第2針嘅長長針啦。咁如果5針都係長長針嘅時候，個織片會係咩樣呢？我哋一齊做一次啦。2下，先翹2下，穿過去，拉條線出嚟，然後有4針喺個鈎針上面翹一下，穿過2個線圈，再翹一下，穿過2個線圈，再翹多下，穿過2個線圈。第4針翹2下線，穿過呢一個位置，將條線拉出嚟。鈎針上面有4個線圈，然後將條線翹一下，拉過2個線圈，再翹一下，再拉過2個線圈，再翹一下，再拉過2個線圈。好，去到最後啦，就係將條線要翹幾多下？冇錯，係要翹2下，1下、2下，然後穿過呢一個窿，先將線拉出，跟住每一次我哋就穿過2個線圈，穿過2個線圈，然後穿過2個線圈，咁呢一個就係長長針啦。我哋可以望下完成咗個樣子係咁樣嘅。呢個係正面，
跟住背面係咁樣嘅。無論我哋勾啲咩針布都好呢，5針我哋可以點樣數呢？就可以睇返上面呢一個位置，究竟佢係咪有5個飛字啦？我哋而家數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佢係有5個飛字嘅。咁所以呢，現在就已經完成咗5針嘅長長針啦。如果睇唔明嘅話，或者覺得仲係好似有啲難喎，記得返轉頭再重溫多次啦。最後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。拜拜。